嗱，中央政府，我又要求助你哋啦。啱啱呢，我呢想呢註冊個微信，最後嗰步呢驗證呢，佢就唔俾我驗證啊！個小人狗官怕我喺微信舉報佢啊。係啊，佢好驚啊，兩次啊，十幾廿分鐘之前我又一次驗證唔到啊，而家又係咁驗證唔到啊。個步驟完全正確㗎，微信好簡單啫嘛，點會驗證唔到又係呢個小人狗官搞鬼啊！咁可想而知呢，佢知道自己嘅壞事呢，曝光俾中央政府，曝光俾政治局常委其他成員，曝光咗俾習近平知道呢件事呢，佢就會受到懲治，隨時會落馬㗎啦。可能會抄佢家嘅習近平，佢咁樣喺度擾亂香港社會穩定，人心不穩，搞到係嘛影響你哋中國共產黨管治嘅威信，佢好驚我舉報佢咁我而家呢，就唔再驗證住，我晏啲先啦唔使急反正中央政府知道我呢單嘢。咁呢，你哋其他香港嘅其他官員啊、貴人啊，或者係牽涉到呢度其他下邊啊、上邊啊、左右啊、隔離左右嘅人員呢，知道我呢單事嘅人呢，你可以揾朋友透過唔同嘅渠道向中央政府啊，或者中央政治局常委啊，習近平知道呢件事。佢唔俾我驗證，即係話呢班小人狗官喺香港違紀違法、胡作非為、濫用職權呢係事實啦。佢好驚我舉報佢而家，所以就唔俾我驗證呢個微信。你哋邊個貴人知道呢？幫我一把，將你呢件事呢反映俾中央政府、其他政治局常委、習近平知道呢件事，一定會嚴懲呢班友，影響香港社會穩定，人心不穩。中央政府習近平最緊要就係要香港社會穩定啊嘛。而家呢班狗官呢，濫用職權以中國共產黨嘅名譽呢，喺度擾亂社會呢啲害群之馬，你哋唔懲治佢中國共產黨嘅威嚴何在？威信何在你邊度而家邊個聽到呢段錄音嘅，睇到呢段錄音嘅，同我洗橫手舉報佢，或者自己舉報佢都得，因為我冇辦法舉報佢微信，你睇微信舉報佢，或者直情可以李特首可以上去知道香港呢件事咁嚴重，影響社會穩定直接約習近平傾偈都得㗎我唔知邊個可以有呢個見到習近平嘅機會總之有人嘅，你咪反映俾個人知咯。你哋知道呢件事錄影緊嘅係咪？我講完啦。